首先，我哋需要打開五星星戰士應用程式，然後我哋就會見到一堆動畫啦。咁啊，如果佢有提出問你可唔可以存取裝置上面嘅相片或者媒體呢，一律撳允許。咁新登入嘅時候，我哋就會見到版面上面有幾個按鈕嘅，包括就係登入啦、註冊新用戶啦，同埋忘記密碼。咁新用戶咧就請你點選註冊新用戶。咁咧呢個時候咧，我哋就會咧有啲嘅教程彈出嚟俾大家睇㗎啦。好，咁啊記住咯喎，你哋咧嘅用戶名稱同埋密碼咧都要妥善保存嘅。首先電郵地址，你哋可以任意填寫一個你哋會常用嘅電郵地址啦。然後咧將一啲相關嘅名字啦、密碼啦，同埋相關嘅資料咧填寫多一次。完成之後，請你哋去返填寫咗嘅電郵地址上面咧去做返一個確認嘅程序。